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，咱要来和各位做伙来研究这字“箍”。箍有圆的意思，圆箍啊，就是一个圆圆的形。箍会当摕来形容圆条形的物件，像讲一箍茶、一箍鱼，嘛有茶箍甲鱼箍的讲法。若要警惕人啥拢毋捌，嘛会讲你是捌一箍乌仔番薯叶。有时阵嘛会摕来讲人，毋过就是较共轻视。像讲，你即箍吼生鸡卵毛，放鸡屎有尔，甲人当做圆条形的物件在讲，即落话就有影较无客气啊。若摕来形容地理上空间的概念，即箍位啊，就是咧讲即边附近周围的所在。四箍位啊，就是以家己做中心的四边边仔的所在。咱嘛有讲做四箍练长。若摕来做动词，有维护条的意思。箍桶就是做桶啊，有一种职业号做箍桶师傅，就是专门咧共做桶仔的人。古早的桶仔是用柴片做的，用铁箍甲写好的柴片仔箍做伙，就是柴桶。吉酒的酒桶嘛，拢爱有桶箍甲箍条咧。桶箍凡说各位定定会听到。做一个例句来解说，就真好理解。即马大家无共心，你就要出来做桶箍，箍互大家会团结，做伙来拍拼。伫遮，桶箍就是爱甲人箍活来、箍条咧，箍互会团结的人。阁有一个趣味的词叫做月位箍，这是一种天文现象。就是月娘边仔出现一链光环，一般是天顶有部分的暗暝才看会到，形成的原理甲日时的轻同款。最后，咱伫阿龙的故事内底有讲到，迄桃仔差不多伊双手箍起来遐尼大，就是甲双手箍做一个圆箍仔安尼。桃仔有偌大，嘛欢迎大家双手甲箍一下，想象看觅咧。安尼。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